会自动扫涂骹的水扫涂骹的机械。是啊那爱好念节名，扫地机啊，一名哦，系啊，台语我知。凊彩讲一个名，你袂使讲自动扫涂骹的啊，扫地机，啊，扫地机，扫地机，哦，扫地机嘛吼，扫地机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算。哦，太有分数，终于得到第3分咯。我谈比人等两个哦，因为伊俩，阮两个手小摸，啊，阮两个点么剩2块，啊，两个是咧，就咧走运动场啦。来，等下我讲米兰站，伊拄嘛讲伊知影答案的，你的答案是啥？扫涂骹啊，自动扫涂骹啊，伊的名。自动扫地机。哦，自动扫地安机。尼嘛是对咧吼。所以阮无讲唔对嘛，伊会叮当嘛吼。我是安怎会知呢？因为阮两个踮咧洗食久，我是摸到这个手，摸到这个手。哦，原来哦，是，这是新的啦。咱听老师来讲，伊安怎讲？新物件来，老师又另外种讲法这。因为新物件啦吼，讲实咱即马无讲大家拢接受的名啦吼。嗯，啊，伊安尼讲是算简单啦吼。啊，另外一单会当讲伊是电扫帚啦。电扫帚。其实伊的功能就是扫帚嘛，啊，伊有斗电的，伊用电来替咱扫涂骹的吼。所以你若讲电扫帚吼，是更较清楚啦。